我哋今朝嘅特別嘉賓係 Berkshire Hathaway 嘅主席兼行政總裁 Warren Buffett。Warren， 我哋今朝已經傾咗好多嘢。我哋簡單講過你對市場嘅睇法，但係自從上次同你坐低傾偈之後，市場發生嘅好多事，市場嗰個波動性而家好大，令到一般散戶投資者都唔知應該點做好。呢啲情況嚇親咗唔少人。你覺得而家發生緊咩事？特別係波動性翻啲呢方面啊？呢樣嘢係咪值得擔心？係咩原因造成嘅？其實如果你揸住股票，好似你擁有一個農場或者公寓咁，你唔會每日或者每個星期都冇咁嘅報價。你會喺生意本身，而美國生意嘅價值就取決於而家到世界末日之間，佢可以為擁有人帶嚟幾多現金。我覺得如果你當佢係一盤生意嚟嘅，2個月內價值唔會突然間跌咗10%。而家市場上咩都有可能發生，我意思係市場真係咩都有可能發生嘅，所以我成日都話千祈唔好用證券咁借錢，因為市場第二日未必一定會開市。即係話呢，你可以遇到嘅好極端嘅情況。咁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有啲人會用佢哋嘅唔太明白，但火力好大嘅金融工具，好似波動率指數同埋佢同佢掛鈎咁嘅。有啲人入市呢，其實只係賭博，佢哋唔係投資。冇人呢會話自己投資。當佢買咗超高槓桿嘅指數產品，譬如話同 VIX 表現有關嗰啲，佢哋根本唔需要呢啲產品，呢啲係多餘嘅金融工具。你知啦，佢哋會創造咗公眾會買嘅產品，而你可以肯定咁講，華爾街一直都係咁做，從1792年嘅嗰棵柳木樹下開始，或者話係交易所成立開始就已經係咁。所以如果你真係投資，好似我買咗一半麥當勞分店嘅股份，而你負責經營呢間麥當勞分店嘅，我會喺間生意本身，佢判斷我有冇投資得好，我會關心有啲新競爭對手出現，同埋我哋呢幾年做成點。但我真係諗緊嘅係間生意本身。如果你淨係諗緊個價錢呢，其實你唔係投資緊。即係話，如果你買咗佢哋，好似比特幣咁，或者其他加密貨幣，你其實唔係期望嗰個資產本身會生產啲咩出嚟。如果你買咗一棟公寓大廈呢，你會睇下嗰棟大廈經營得點。你買嘅農場，你都會諗下個農場經營得點。如果你買咗成間公司呢，你都會睇下間公司經營得點。如果你買咗公司嘅一部分，點解你唔應該睇下間公司將來會做成點呢？好多人會俾好多操作吸引住，覺得佢流通性高咁樣。而當你遇到嘅好似 ATM 咁嘅安排，或者 VIX 被超級加速嘅，你有機會一日之內輸90%錢呢，佢都會對市場有影響。我意思係呢啲根本唔應該同投資呢個字扯上關係。其實呢啲只係賭博啫，一種賭博嘅形式。雖然咁，你自己都講過，週末喺年報入邊提過，甚至冇節目開頭都講過。當你四圍揾想買嘅生意時，根本揾唔到有吸引力嘅價位。不過，當你諗住股票市場，你都覺得嗰度係個好地方。Berkshire 今年2018年都係股票嘅淨買家，因為你中意而家喺市場上買到嘅交易。你可以用更低嘅價錢買到一啲生意嘅細份，咁你就可以買到成間生意嘅全部股份。至於如果你要買晒成間公司，你就要俾日價。因此，作為一個投資者，你買到佢哋，實際上比我買成間公司仲要更加抵。如果大家將股票當做生意嘅一部分嘅嘢，佢會好過淨係諗住個價錢上上落落嘅細世界。我覺得 Berkshire 有唔少股東都係咁樣，只係專注睇住 Berkshire， 佢哋當呢個係儲蓄戶口嚟嘅。佢哋20-30年前擺咗啲錢入去，我哋幫佢哋保留同再投資嘅錢，但其實我哋就係佢哋嘅儲蓄戶口啦。我自己都係咁咗我自己嘅股票 ，Charlie 都係佢哋嚟自己嘅股票。你咁多年嚟一直都冇咗好股票，其中一個主要嘅部分原因都係因為整體利率環境嘅影響。你睇住利率，話利率就好似股票價格嘅地心吸力咁。當利率咁低嘅時候，股票價格自然會升。市場上出現咗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，就係突然間有好消息，例如就業報告好，反而令大家擔心利率會升，聯儲局加息會多過預期。大家對呢啲情況好緊張。每次10年期國債息率升翻去接近3%都會見到呢種反應。咁呢啲情況會令投資者或者應該話係交易員咧對市場走勢有冇擔心？你會點樣去？如果你買一張30年期嘅政府債券咧，佢會有一大堆息票。以前嚟㗎，
而家全部電子化，但係佢有息票，息票上邊咧會寫住3%或者其他利率。你知道由而家到30年之後，你都會收到呢啲利息，之後佢哋會將本金還翻俾你。個股票又係咩嘢咧？佢都有一大堆息票，只不過上邊未寫好數字啫。作為投資者，你嘅工作咧就係要幫佢寫上去數字。如果嗰啲數字寫住10%，而大部分美國企業嘅有形基本上都賺到超過10%。如果寫住10%，佢呢隻債券就值遠遠多過一隻寫住3%嘅債券。但如果政府債券升到10%，咁你買緊嘅咧，即係實際上係股權債券嘅價值都會跟住改變。當你買入通用汽車、Berkshire Hathaway 或者其他公司嘅股份，其實你係買緊一樣長遠嚟講會為你帶嚟現金回報嚟嘅。以 Berkshire 嚟講咧，可能要等好耐嘅，但係到時嗰個數字會大好多。而呢啲就係個息票。作為投資者，你嘅工作就係要判斷你覺得嘅息票會有幾多，因為你買緊嘢就係呢樣嘢，你買緊嘢係佢哋折現之後嘅價值。而當個標準越嚟越高，呢個標準就係政府債券，其他債券就會變得冇乜吸引。呢個就係最基本嘅經濟學原理。所以喺1982或者83年，當長期政府債券利率去到15%嗰陣，一間公司如果賺到15%股本回報，喺嗰個情況下都只係值咗佢體面價值，因為你可以買一條30年期嘅債券，保證自己每年有15%回報。一間賺到12%回報嘅公司，佢嗰陣時都算係表現唔好嘅生意。但係如果政府債券只係得3%，而一間公司可以賺到12%，咁依家呢啲公司就真係勁到爆，所以佢哋賣得好貴。所以3%同你頭先講嘅15%真係爭好遠。咁但係我都見過佢由3%升到10%。啱啱佢喺呢條路上邊有啲轉捩點嘅，因為啲人會佢由2.4%先升到2.9%，好似差好遠嘅。其實唔係咁多啫。從歷史角度嚟睇，我哋應該咁樣去衡量呢啲嘢，而唔係淨係咁絕對升幅或者百分比增長。如果你同佢賺到12%股本回報，又會再投資嘅生意比2.4%到2.9%根本唔算咩？你可以睇下 SP 幾十年嘅數字就知，佢哋有形股本上賺到嘅遠遠多過呢啲數，佢就變成個價格比應該要高嘅，仲要高。咁沿途有啲一個臨界點，定係生意上邊只係慢慢咁跌落去，啲人知咯。係啊，但呢個就好似地心吸力咁，即係如果你同我講明年債券利率會去到15%，咁你知啦，有好多股票我而家都唔會想持有，我會諗咗。我以前都見過好多政府債去到15%，其實我都幾想喺1982年買，但係我哋買。如果我話俾你知，出年長期債券嘅交易價格將達到4.5%到5%，佢有所作為，但係持有長期債券係愚蠢嘅。我喺報告檔咧談到咗呢一點嘅，呢簡直太愚蠢啦！佢哋擁有大型嘅公共養老基金同所有相關基金並持有債券，佢哋可能以4或者5%嘅基準買入，但係如果跌到3%咧，賣出嘅時候就會高出面值好多。人哋嘅法有時真係好傻啊，會做咗好愚蠢嘅事。即係你嘅年報道都有講過，不過好多投資者，尤其係零售投資者咧，都俾人話佢哋應該有一定比例嘅投資組合係放喺債券度。可能有人話佢哋要6:4比或者7:3比股票對債券，呢啲就係你應該做嘅事，咁樣做就最安全。咁佢哋忽略咗啲咩呢？有啲人根本唔應該持有股票，因為佢哋對價格波動太過緊張。如果你因為股票跌嘅就做咗蠢事，你根本唔應該持有股票。咩叫蠢事？跌市就買股票，係啊，買股票喺佢跌緊嘅時候，即係話，如果你用2萬蚊買咗間屋，第二日有人哋同你講，佢只肯俾你15,000蚊，你都唔會因為個報價係15,000就賣咗嘅，你會諗翻間屋本身或者其他嘅。但係咧，有啲人咧，其實情緒上或者心理上咧，根本唔適合持有股票。但我覺得，如果你而家開始學習，多啲人都可以做到。你其實買緊嘅係間生意嘅一部分，而你查住股票嘅時間越長咧，風險就越低。咁相反，債券到期時間越長咧，風險就越高。你覺得呢個信息有冇真係傳達到俾大家？你成日都重複講呢樣嘢，我成日覺得好似我哋奧運咁，覺得佢哋嘅奧運做嘢嘅好似好簡單嘅。
喺運動員喺空中飛嚟飛去，喺冰上做大幅度旋轉同轉身。跟住你嘅年度信件，我又覺得投資好似好簡單嘅，但係我轉身就發現，其實佢咁容易，對好多人嚟講，心理上其實唔容易。但我由21歲開始已經教書，我第一次教投資課堂，我上個星期仲同11間學校220個學生上咗一堂課，有嘅人明，有嘅人就唔明。其實好多人寧願去賭博，即係話6個月內可以將錢翻倍呢個諗法，真係會。呢啲就係點解啲人會去賽馬、去拉斯維加斯咩都好啦。佢哋明知個賠率對自己唔利，都仲係會去做。即係話想快啲發達係一種好強烈嘅本能，但我真係唔識點做。喬亦都有一個問題想問喬啊。巴菲特自從2016年4月以嚟，你就冇發過推文啦，係真嘅咩？我實際上並冇發過嗰條推文。我有一個朋友發過大約7條推文，你冇跟隨冇人啊！你知道沃倫，你今日朝早喺 Squawk Box 上面呆咗3個鐘頭，你就唔能夠發條推文講你會喺 Squawk Box 上呆3個鐘頭，幫下我同 Becky 一個忙咩？咁我係話開個條件俾我啦。其實我從來冇自己發過推文，我都唔太識點樣發，我都唔識點樣去睇人哋嘅推文，但我依然覺得有兄弟情誼。你會唔會考慮下試下？你知唔知點啊？我再同你講多樣嘢 ，Becky 啦，週末趕我試下睇下，即係我真係會覺得好煩，所以我唔需要呢啲嘢。你知啦，其實唔係人哋 send 嚟俾我煩，而家係睇人哋發咩推轉發咩，我都覺得煩。我而家就係嚟緊點樣可以繼續收到有時會收到嘅資訊，但係又唔使真係參與入去，咁樣都算係參與咩？你有啲咩方法可以俾我哋做啦？但係咁樣我都仲要 follow 咗一句煩嘅人，我都唔知喎。做腦葉切除手術。如果我哋去到最後一場比賽，如果我哋去到 NCAA 總決賽，而佢哋一齊坐咗我為你安排嘅靚位，因為 Creighton 入咗決賽，到時我會叫你幫我發推文。比賽期間Warren， 你要小心你開咩條件啊？做你想唔想順便睇埋城堡嘅鎖匙啊？你會變咗指定發推嗰個人。天啊，真係好多嘢，我從來都未諗過一條推文。你知唔知點啊？我而家真係會撐 Creighton 同 Xavier 去到，我真係會好投入嘅支持。我好中意咁樣。Becky， 我今日解封咗一個人，佢係用電郵嚟搵我求情嘅，而我之前從來都未，我仲要自己研究下點樣先做到。但係而家都只係試用期，都要喺董事會點決定，係壓力之下都要喺董事會點決定。但係我之前真係未試過咁做，所以有人可以翻嚟啦。但如果你喺 Warren 就可以做啲乜嘢嘅？我寧願咁 K 報告。你都唔知你啱啱嗰個提議有幾危險啊！因為我同 Jo 都成日笑住講，如果有人離開部電腦，但係佢登出 Twitter 帳號或者個私人資料，而我哋啱啱坐低用咗部機，可以發啲咩 tweet 或者同人講啲咩啊，真係好有趣，太危險啦！所以你喺偽裝成人哋人有喺 Facebook 同 Twitter 上面咧都冒充我，你交火去追人啦咩？我哋做咗一段時間，佢哋個數量咧實在太多啦，有啲令人絕望。每次你消滅一個，就會有人出現。確切咁